花莲警方最近接到民众报案，有一个老大人骑奥多摆提枪伫吉安乡沿路弹粉鸟仔。警方找到这个老大人，嘛伫伊厝里找到一支空气枪这个嫌犯讲伊弹粉鸟仔是要掠来食，粉鸟的主人虽然无要提告，也毋过伤害动物已经违法了。监视器画面内底，这个穿蓝色甲骑机车查甫人，就是涉嫌提灯枪伫吉安乡沿路弹粉鸟嫌犯。17早起，伊伫南华五街附近四界找找目标，最后停伫一个面体头前向出来粉鸟开枪。获报后，立即调阅监视器，并迅速掌握嫌疑人。于日前执行搜索，并且查获空气枪1把，全案依毁损、恐吓公众罪嫌。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。伊到了表示，弹粉鸟目的是要食，虽然主人无愿意提告，不过饲粉鸟的人算认为案情不单纯。自己吃的可能性不大，有可能是就是这鸽子在训练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贴电话在甲板上面，然后他就会跟着电话去勒索，一般都1000、2000、3000不等。这人提空气枪，用是俗称喇叭弹的烟剂枪支，经过检方检验，伊的缴获数值无超过法定标准，虽然无向违反枪炮弹后到海关这条例上班，不过也违反动物保护法。任何人不得伤害、虐待、伤害动物那如果有这样子违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裁罚15000到7万5的一个罚款。扶持粉鸟人所合表示，最近都有比赛，提醒车粉鸟若是比赛粉鸟，可能甲私人有关系。餐厅业者表示，食粉鸟拢是饲28日，比赛粉鸟肉质成分硬，无甲可能摕来食。公司新闻花莲报道。